我哋繼續講翻香港禁毒運動點樣喺1950年代開始，所以自1959年開始，殖民政府其實一直實驗緊唔同嘅方式去治療我哋叫做濫用藥物嘅人啦，例如喺大欖涌監獄、青山精神病院等等。而其中一個影響力比較大嘅係香港戒毒會。香港戒毒會由貝納祺律師同埋羅利基醫生成立，喺1961年開始已經受政府資助喺石鼓洲，即係長洲嘅左邊同埋大嶼山下面一個島設立石鼓洲康復院。而石鼓洲康復院當中最重要嘅概念係康復，雖然用中文講有啲奇怪，叫做 rehabilitation 係英文。而石鼓洲嘅計劃嘅概念其實嚟自一個美籍德國心理學家 Kurt Lewin 對於 group dynamics 嘅理論，即係以小組嘅形式互相影響成員之間嘅態度同行為。而石鼓洲主要以職業同埋康樂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recreational therapy） 透過娛樂類似工作嘅訓練去調節病患嘅身心靈。呢一類嘅治療方式當時普遍應用喺精神病院。而喺石鼓洲，病人會分做唔同程度嘅康復員，由1星去到3星，顯示佢哋嘅康復程度。大約100個人會分做5個宿舍做單位，會一齊生活同工作，建立團隊精神，就好似一個正常嘅社會過一個正常嘅生活。而相似嘅計劃喺監獄同埋青山精神病院其實都有進行，但呢一種以心理治療為主嘅實驗其實都有相同嘅問題。就好似當時青山嘅院長葉寶明表示，戒毒計劃好大程度上令到醫院成為一個類似監獄嘅懲罰中心，因為往往呢批病人都會嚟自唔同嘅背景，而或多或少都因為犯罪而有入獄嘅經驗，而醫院嘅護士都好難以控制佢哋。所以喺石鼓洲入面，病人會自行組織幫派，參與打鬥、逃走，甚至乎引起騷亂。所以點樣定義咩叫康復或者 rehabilitation， 其實喺當時所有醫護人員都面對緊嘅問題。而1965年係另一個禁毒運動嘅轉捩點。Eastern World 一本英國左派嘅雜誌喺同一年出版咗3篇文章，大肆批評香港毒品問題，形容香港毒品問題已經嚴重到成一種社會嘅癌症，擁有全世界最混亂腐敗嘅毒品貿易網絡，甚至成為國際問題。因為香港嘅毒販會走私可樂英至日本、加拿大、美國，令到英國政府繼續受到輿論壓力。呢樣嘢立即驚動到 Anthony Greenwood， 當時嘅殖民地部嘅事務大臣。佢同港督戴麟趾溝通，要求用盡任何方法去立即去擴展香港嘅禁毒運動，尤其喺運毒同埋禁毒治療方面。同年，香港設立禁毒常務委員會，統籌翻民間同政府嘅所有禁毒工作。而當呢啲部門整合數據嘅時候，亦都發現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我哋講監獄、精神病院同埋香港戒毒會等等呢啲治療機構，佢嘅治療率其實好參差。例如當時石鼓洲計劃等等，其實只有50% 嘅成功率，代表有一半嘅病人會重新濫藥。所以禁毒常務委員會不斷討論究竟點樣禁毒治療先可以更加有效。直至1968年，陳立橋，一個香港出名嘅社會運動者同醫生，去咗 New York Hospital 參觀當地嘅戒毒治療，翻到嚟之後亦都積極推動其中一個療法，就係直到香港而家都使用緊嘅美沙酮療法。但美沙酮療法喺當時1960年代嘅美國開始應用，受到全球矚目，覺得係毒品治療嘅新希望。而陳立橋喺當時都好迫切咁想將呢種美沙酮引入香港，解決香港毒品問題。但係引入美沙酮嘅過程當中，喺醫務處內部引起好大嘅爭議。主要原因係大部分醫生同官員都反對呢個喺美國未完成嘅實驗，唔知有咩風險。更加嚴重嘅係，美沙酮其實係一種由鴉片提煉而成嘅化合物，本質上係同毒品好相似，但效用較低，所以可以作為代毒品嘅替代物，減低上癮者對於可樂英嘅依賴。所以如果殖民政府免費派發毒品俾人，基本上就係將政府變做最大嘅毒販，將毒品合法化。但對於禁毒常務委員會，其實大部分嘅成員都唔係醫學出身嘅，佢哋更加在意嘅係成本效益。而之前所講以心理治療為主嘅方式，成效有限，唔會解決到香港毒癮問題。所以禁毒常務委員會進行投票，大比數通過美沙酮療法，會喺1972至1975年透過喺九龍城東頭村設立第一個診所。呢個實驗當中會包括100個長期吸食可樂英嘅人，喺入面佢哋每日都會分派一杯類似果汁嘅液體，入面就會溝埋美沙酮，所以呢班人就會每日去覆診拎藥。而香港嘅療程其實喺歷史上都相當重要，因為當時美國即使推行美沙酮療法，但好多人都質疑呢一種做法。而香港嘅實驗係全球第一個叫做 Double Blind Study， 可以充分證明美沙酮嘅成效。Double Blind Study 意思即係所有參與嘅人都會分做實驗同 control group， 有一組人全程冇接收過美沙酮，而只係單純嘅果汁。而實驗結果都好明顯，真係有食美沙酮嘅人，佢哋會成功戒除對於可樂英嘅毒癮。而冇美沙酮嗰一組就會好快放棄治療，甚至乎喺呢個實驗完成之前，其實殖民政府已經決定設立更加多美沙酮診所，遍佈全港各區。
背後主要原因其實係當時香港警察大肆通緝毒販、打擊運動，所以1974年開始，香港可樂英供應短缺，而取而代之嘅就係越嚟越多上癮嘅人去美沙酮診所拎藥，一時之間蜂擁而至。所以數據上睇翻，1974年大概只有1000人去診所覆診，而1976年呢個數量已經突破1萬，增長接近10倍。所以究竟香港戒毒治療成唔成功？呢個係一個問題。自從引入美沙酮診所，社會上一直都有唔同嘅人批評同強調美沙酮治標不治本，透過派發毒品解決毒品問題，只會令到人更加依賴。而上癮嘅人往往都係標籤可樂英其實就係牛扒，美沙酮係飯。當佢哋負擔唔起食牛扒嘅時候，就會食白飯頂下癮。但對於香港政府官員嚟講，美沙酮診所極度成功，因為當我哋望翻同期嘅美國進行美沙酮診所嘅優點，其實就係平靚正。一方面唔需要好似一般康復療程咁，需要大量社工進行輔導同跟進。第二，夠 effective， 只要美沙酮診所一直可以保持大量嘅人去拎藥，代表住呢班人就會受到政府嘅控制同監控，唔會好似康復治療咁隨時重新食翻可樂英。所以對於殖民政府而言，美沙酮更加似係一種打擊罪案嘅工具。美沙酮嘅意義唔係令佢戒除毒癮，而係降低佢哋嘅危險性，令到呢班人受到政府控制，唔會成為未來嘅毒販。所以即使醫務處喺80年代都好，仍然堅持會話美沙酮療法唔會成功治療到毒癮，係需要配合翻心理治療、康復療程等等去徹底戒除毒癮。但美沙酮診所喺70年代嘅成功，好大程度上都係同當時嘅社會氛圍有關。70年代正值港督麥理浩管治，香港進入社會福利黃金年代，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喺房屋、醫療、勞工福利等等，民意更加成為當時殖民政府管治嘅標準。而法治同社會安定亦都係當時管治嘅方向。禁毒運動標誌住嘅係殖民政府點樣透過醫學重新定義咩係可以接受嘅行為。而使用藥物亦都由戰前相對自由嘅風氣變做嚴格控制，所以戒毒治療雖然被當作社會福利，但治療同控制往往只有一截之差。而種種一切都係7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為未來前途談判做好準備，可以令到佢哋同中國嘅談判討論香港未來嘅時候，有更加多嘅籌碼，證明英國人可以成功管治香港。而將香港嘅個案放置翻喺全球歷史當中，香港戒毒治療係國際間少有嘅成功例子。Robert Newman 一個美國醫生，喺1970年代嚟到香港擔任美沙酮實驗嘅顧問，因為香港嘅實驗太過成功，佢之後向美國相關嘅部門建議學習香港嘅做法，以美沙酮作為一個臨時嘅措施，減少過程當中需要嘅複雜諮詢。而 Robert Newman 本人其實都喺80至90年代當中喺世界各地宣傳翻美沙酮療法，推廣到荷蘭、德國、法國、越南同中國等地。而香港亦都成為戒毒治療，以至世界各地政府都會派員去香港學習同埋參考翻香港嘅禁毒運動。所以好簡單概括，香港殖民政府喺1950年代末發起禁毒運動，好大程度上係基於地緣政治、國際壓力等等，要將香港由百年吸食鴉片嘅文化同歷史移除。一開始做呢件事並唔容易，冇乜人相信香港政府會做到。但隨住殖民管治方針轉變，禁毒運動以至戒毒治療都成為70年代重新劃分社會規範嘅工具。雖然香港戒毒治療喺國際上極為成功，但至於咩係成功嘅戒毒治療，亦都冇一個絕對嘅答案。而回顧翻而家我哋香港而禁毒運動嘅歷史意義就在於，我哋點樣反思翻我哋而家毒品、藥物同埋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嘅關係係啲乜嘢？我哋未來嘅政策點樣制定？唔單止可能係毒品咁簡單，可能係禁煙、趕酒等等嘅酒精類藥物都好。我哋點樣反思翻香港，甚至乎以至整個亞洲點樣面對呢一類 substance 嘅態度，都同歷史有好大嘅關係。